像是去看石头，很多。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一首李宗盛的《山丘》，唱出木棉道民歌餐厅头家杨景惠心声。过去咱风光一时的民歌餐厅，不敌时代变迁。如今在全国，只剩台南这间木棉道犹原伫营业。但这2档的疫情，加上厝主有意想要挑起帮助，种种加起来，让杨景惠无法度阁撑落去。团出餐厅将伫8月底停止营业。疫情过后，陆续景气复苏，然后因为我们房东可以要升房租哈，那当然也有他的考量。那因为这目前的租金对我们来讲，可能我无法承受。那虽然我已经经营12年了哈，可是也不得不忍痛要放弃哈，因为现在如果还要去找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可能投资的金额会特别高。那因为你知道，民歌餐厅是属于小众市场哦，所以大概我们打平就非常不错了哈。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营运到8月底结束。月底将停业消息一出，后不少民歌粉丝相当不甘，特别小少前来听歌，因表示知影这款消息让人伤感，希望餐厅会当继续营业。忽然间听到老板这么讲，有点感伤啊，对，然后。现在年轻人也很少跑这种地方，但是我是觉得说，现在都是老歌新唱的时代，那希望大家能够共襄盛举，不管说什么年龄层的都可以过来。才想刚来，有好好的回忆。他说到月底，但是希望说可以留下来，因为讲真的是希望大家能祈祷房东可以帮忙一下。不止一般的民众前来支持，就连议员吕维应也特别前来赞声。在这边有很多大家青春的回忆，特别我也是从小然后到大的一个忠实的顾客。那今天听到他将在这个月底来结束营业，其实心中非常的不舍。所以特别也利用最近这些时间能够尽量让自己有空来这个木棉道来这个享受一下最后的这个民歌的回忆。虽然民歌如今只剩小众市场，不过杨景惠表示，为了爱听名歌的听众，伊也是会继续努力，甲厝主沟通到最后一刻，希望厝主会当思考一下，让因继续伫这营业。而且跟他讲说，如果以单纯前面承租下来的话，那租金我们再来瞧看看这样子哈。那我希望在8月底之前，或许房东看能不能再另外思考一下。可以让我继续承租下来，然后如果没办法，其实我也不勉强，因为每个人的想法跟立场，我们不去勉强他这样子。木棉道见证台湾为民歌到流行音乐历史，多年来也培育出60-70位歌手。经典演唱组合动力火车就是最佳代表，李宗盛、潘越云、王志平甲凡人2重唱，也拢曾经伫木棉道登台。餐厅至今也维持固定伫每礼拜4以及拜六有乐团演唱。真侪老顾客知影木棉道将要停业，最近也小少回来听歌，感受民歌所带来的美好。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